大家好，我係汪家志 Dr. Joe。各位朋友，你哋有冇頭痛呢？嗱，今次講緊嗰啲呢係因為個頸嘅問題呢而影響嘅頭痛，即係叫做頸因性頭痛啊。我哋會同大家講下呢點樣去預防啦，同埋有咩運動可以做嘅，所以大家記得密切留意啦。Dr. Joe,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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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e, Joanna。今集咧就會同大家探討下咧頭痛呢個問題啊。咁啊，頭痛其實都好常見嘅，咁同埋咧頭痛咧都有分好多種嘅，有一啲咧就係偏頭痛啦，有啲咧痛咧就好似緊箍咒咁樣箍住嗰個嘅成個頭嘅。有一啲咧就係可能會加埋會頭暈啊，會有耳鳴嘅。咁啊，今集咧就會同大家探討多啲，因為頸椎嘅問題啊而產生嘅頭痛，即係我哋叫做頸因性頭痛啦。咁啊，頸因性頭痛咧，其中一個病徵咧就係話咧，當你條頸咧擰啊喐動嘅時候咧，可能會產生嗰種頭痛嘅，或者咧你本身咧都有啲頸椎嘅病啦，例如椎間盤突出啊，或者有一啲嘅頸痛啊、瞓捩頸咧咁有呢啲咁樣嘅之前嘅問題咧，就好容易咧就出現呢個頸因性嘅頭痛啦。咁你會問啦，喂，咁點解會有呢個頸因性頭痛啊？點解個頸會出現問題嘅咧？咁好多時同我哋頸椎咧，我哋成日都可能咧姿勢唔好啦、寒背啦、個頭傾前啦、頸椎唔夠正常嘅弧度啦。咁啊呢啲情況下咧，個頭嘅重量咧大約係5磅至7磅啦，壓住咗落去條頸度，咁自然咧頸就出現痛楚啦。或者咧個人成日傾前嘅時候咧，日日咧咁樣嘅時候，烏龜頸咧冇咗正常弧度咧，嗰個膊頭啊呢啲位咧就會好痛啊，因為好似孭住10磅啞鈴啊喺個膊頭度咁樣。咁啊，所以咧，如果你本身係有一啲頸痛嘅問題，或者頸椎個弧度係有問題嘅話咧，日積月累，除咗頸有痛啊，或者之前講過嗰啲椎間盤突出症啊、椎間孔狹窄症啊、手麻痹之外咧，佢其中一個病徵咧就係頭痛啦。咁呢啲頭痛好得意嘅，如果咧你可能按摩下條頸啊，做啲拉筋啊，坐翻好啲啊，瞓個好啲嘅枕頭咧，個頭痛又好似好翻好多噶噃。但係嗰排咧，如果好緊張嘅，好多嘢做嘅，又拎下啲重嘢啊，或者咧又瞓得唔好啊，有時瞓捩頸咧，啲頭痛咧就會翻嚟嘅。咁你話啦，食藥得唔得啊？可唔可以食啲止痛藥啊？咁當然得啦。你食啲止痛藥嘅話咧，咪會止咗個痛咯。因為頸痛啊嘛，頸痛產生噶嘛，你食咗止痛藥、消炎藥嘅話，咁你個頸痛少咗，咁個頭咪唔痛咯。咁但係真係唔係咧最好嘅方法。咁最好嘅方法當然就係要改善頸啦，特別改善頸嘅姿勢啊、個弧度啊唔好成日都係烏龜頸啊，做一啲啱嘅拉筋啊、治療啊。治療方面都可以做一啲嘅物理治療啊，增加頸椎嘅弧度啊，需要嘅可能打啲衝擊波啊嗰啲，或者脊醫一啲嘅手法矯正。咁所以咧，目的咧就係要針對頸椎而醫個頭痛，而唔係淨係食藥去幫助嗰個頭痛。咁一陣間咧就會教大家一啲好簡單嘅伸展同埋強化運動咧，等你可以咧改善個頸部嘅問題，而幫到咧你哋嘅頸因性頭痛㗎。所以大家記得密切留意啦。市面上的筋膜槍其實五花八門，那一個好的筋膜槍基本上有2個非常重要的重點，一個就是筋膜槍呢，我們通常會推薦是要長柄的。那長柄它的好處是，當我們自己在做肌肉放鬆的時候呢，我們可以從我們的肩頸到我們的肩胛骨，甚至到我們的大腿跟我們的小腿的部分呢，它能充分的利用這個長柄的角度去達到最好的
效果。另外一个筋膜枪你需要去注意的地方就是它不能太重，所以一般我们医生会推荐就是大概在1个 kg， 就是1公斤左右的筋膜枪，这样子我们在使用起来的时候呢，相对于是比较轻松的。好，那这一个产品最棒的地方是它搭配了一个所谓的专业的课程。好，透过这样一个专业课程，我们可以学习如何使用筋膜枪来帮我们的身体做放松，然后得到最好的效果。在我自己的集医诊所呢，我也会使用这个筋膜枪帮我自己的病患做肌肉的放松，尤其是針對長者，他們的肌肉放鬆效果是非常好，所以我非常推薦這一支筋膜槍。而家呢支按摩槍再加埋由 Dr. Joe 曾志教授嘅課程，只係售價880蚊咋。如果你身邊嘅屋企人同埋朋友都有痛症問題困擾嘅話，記得把握機會啦。但如果你已經有筋膜槍，你又想得到 Dr. Joe 曾志教授嘅使用筋膜槍課程嘅話呢，而家只需要700蚊，咁你就可以隨時隨地跟住 Dr. Joe 用筋膜槍去舒緩痛症啦。咁多位朋友記得留意我哋嘅網站，因為我哋會定期出更多唔同嘅新產品，快啲抄低個網址 www.drjoeone.com， 下次見。教第一個運動之前啦，咁都問下大家，你哋本身咧有冇頭痛咧？如果有頭痛嘅話咧，有咩方法去舒緩啦？不妨咧喺留言區裏面留言，咁啊大家分享下啦。咁第一個運動我要教大家咧，其實咧因為頸因性頭痛咧，我哋就要伸展個頸部呢啲肌肉嘅。咁我哋最好嘅方法咧就做一啲好簡單嘅拉筋。其實好簡單咁樣伸展。我哋咧隻手可以擺喺後邊 ，OK， 然後之後咧再加埋一隻手再拉上斜方肌，數10下，1、2、3、4、5、6、7、8、9、10，放鬆。伸展呢個位置，好，做埋另外嗰邊，就係咁樣，1、2、3、4、5、6、7、8、9、10，放鬆。好啦，咁之後咧，我哋咧就岳高頭，嗱，望上天花板，但係今次咧，我想你個下巴咧拉長少少，去伸展前面呢啲深層嘅頸椎肌肉啦，睇住咯噃，唔係就咁岳高。連個下巴都要兜翻上去，見到嘛 ？OK， 咁我哋試下咯喎，就數10下，1、2、3、4、5、6、7、8、9、10，放鬆。咁如果想做得再好啲咧，撳住呢個鎖骨少少，1、2、3、4、5、6、7、8、9、10，放鬆。你做完之後，你會發覺咧，呢度咧輕咗嘅。好啦，咁最後咧，我就想擰啦，擰左擰右，我擰向右邊先，盡量望多少少，隻眼咧望去咧右邊個角落位，你會感覺到咧前面嗰個空鎖魚突肌好扯嘅。我哋又數10下，隻眼要望住個角落右邊上角，1、2、3、4、5、6、7、8、9、10。擰向左邊咯喎，擰咗先，然後隻眼就望住左邊嘅上角，1、2、3、4、5、6、7、8、9、10，放鬆，明唔明啊？好啦，最後耷低頭，兩手擺頭嘅後邊，有少少好似推上去咁樣，呢個咧對嗰個嘅後枕肌肉咧，枕後肌係好有效嘅。嗱，我又數10下。1、2、3、4、5、6、7、8、9、10，放鬆。嗱，頭先示範咗就係差唔多係上下左右轉，係嘛都做晒。咁你呢個做完之後咧，你會發覺條頸輕好多。咁你不妨咧重複做3組啊，咁啊可以咧早午晚試下做。特別如果你有頸因性頭痛發緊痛嘅時候咧就要做大家不妨咧試下啦。呢個運動咧，我係好中意做嘅，攞條毛巾就得㗎啦，攞條短嘅毛巾。咁咧其實咧都係好似頭先拉筋咁樣，但係咧用個毛巾去協助嘅，因為有時候咧，如果呢條頸好緊咧，
你就咁做咧，你轉唔到嘅。但係咧，如果你可以攞條毛巾嗱一邊咧拍住個面珠燈，一邊咧就向下，明唔明啊？呢個右手咧係咁向下扯少少得㗎啦。之後咧用個左手貼住面珠燈嗰個位咁樣轉 ，OK？ 你會感覺到咧個扯啊拉扯會多好多嘅，兩邊你可以咁樣兩邊咁做。嗱，咁我示範咧每邊做10下啦，數10下嚇，1、2、3、4、5、6、7、8、9、10，放鬆。好，做埋另外嗰邊，1、2、3、4、5、6、7、8、9、10，放鬆。嗱，記住喎，唔好咁樣喎，咁樣就會箍到啊嚇，所以咧係咁樣，手一定要向下，明唔明啊？咁你可以兩邊咁樣做咧，重複做3組咧，你做下做下，你發覺條頸咧會舒緩好多嘅。咁所以大家可以咧勤力啲做，你可以咧有啲人咧1個鐘頭做1次都得。特別如果你係有頭痛嘅時候咧，不妨真係試下做。呢個運動咧係按摩我哋嗰個枕後肌啊。嗱，枕後肌喺邊度咧？呢個就係後腦。其實咧就係啱啱咧後腦下邊呢個空間，呢兩個空間，我手指指住呢個空間 ，OK？ 因為佢好近咧頸椎第一節咧，如果咧你可以按鬆到嗰個枕後肌咧即係咧大家可以咁樣睇到呢個位置 ，OK？ 手指公啱啱有個凹位嘅我哋個後邊咧髮線後邊咧會有2個凹位嘅，咁呢個凹位咧人哋都可以叫做風池穴都得嘅，咁就係呢個凹位咧。呢個2個凹位按下佢咧，你會幫助到咧嗰個頭痛嘅。咁我通常就會教人咧用個手指公2個手指公擺喺個凹位入邊或者個風池穴啦。咁然後隻手就咁樣擺上面，見到嘛？然後之後咧就係輕輕力咧，用個手指公嘅力咧去捽下佢。你可以 hold 住佢唔喐都得，或者你可以咁樣輕輕捽下佢，咁樣捽。咁啊，可能咧捽下。數10下咯，1、2、3、4、5、6、7、8、9、10又得，或者就咁掂住佢，用少少力壓住佢，1、2、3、4、5、6、7、8、9、10都得嘅。咁呢啲方法咧，可以令到咧頸椎附近嗰啲筋腱可以放鬆到嘅。咁啊，逢親你一有啲頸因性頭痛啊，或者條頸唔舒服咧，不妨可以試下咧咁樣。按下嗰個風池穴，或者我哋叫做我哋枕下肌個肌肉個凹位喺我手上面咧就係最新由日本製造嘅 PillowFit Master 大師枕，佢嘅獨特之處咧就係可以根據你瞓覺嘅睡姿啦，同埋頸椎嘅弧度去調校翻合適你嘅高度同埋硬度。呢個枕頭咧係由物理治療師同埋人體工學專家去研究出嚟嘅。佢嘅外形咧同一般嘅枕頭唔同，微微咁彎曲，咁就令到你無論係躺睡定係側睡都好舒服，咁就唔會瞓捩頸啦。另外咧，打開入面咧，原來分咗4個唔同嘅區域，可以調校硬度同埋高度。因為裡面有呢一包包嘅聚乳烯填充物，可以拎走或者放多啲去調校高度或者硬度，咁樣就真係可以貼住條頸，咁樣就有覺好瞓。呢個度身訂造嘅專業枕頭咧，只係賣緊2380蚊咋。仲有啊，如果你購買呢個枕頭咧，仲會送由 Dr. Joe 最新教你嘅頸椎強化同埋拉伸運動嘅教學片，係需要700蚊㗎，而家免費送俾你。有興趣嘅快啲上網站 www.drjoewan.com 嘅網站度購買啦。呢個咧就係雙下巴運動。之前教過好多次嘅，又係一個 McKenzie 麥根基嘅運動。咁啊，最簡單就係咁樣坐正個人啦，然後之後咧縮個下巴入去做雙下巴。做嘅時候咧，你記住唔係向下咁樣嘅，咁樣冇用嘅，係要向入。所以有時咧，我會教大家咧攞隻手輕輕掂住1、2、3、4、5、6、7、8、9、10，真係要做到個雙下巴咯。如果咧覺得痛咧，少少向入就得噶啦。我打側俾大家睇，就係咁啦。1、
2、3、4、5、6、7、8、9、10，就係咁做啦，明唔明啊？有時咧5下就夠噶啦，1、2、3、4、5都夠嘅。其實你會感覺到咧後邊咧係有啲拉扯嘅，咁你可以咧呢個雙下巴咧1個鐘頭做一次嚇，咁可以咧重複咁樣做1、2、3、4、5放鬆再做第二次，總共可以做3次，咁然之後可以1個鐘頭做一次咧，去幫助到咧舒緩個頸椎啦，同埋其實咧可以增加頸椎弧度嘅。明唔明啊？咁所以大家可以咧不妨試下啦。剛才為大家示範咧嗰啲嘅頸因性頭痛運動，大家不妨試下做咯噃。咁都係咁講啦。如果做嘅時候有痛有唔舒服，就要停問一問醫生啦。咁如果中意條片，記得介紹俾你嘅親戚同朋友，俾個 like，訂閱我嘅頻道，同埋要請按鐘，仲要記得留言俾我啊。記得加入成為我嘅會員啊！咁會員區裏面咧有一啲咧係會員專有嘅影片嘅，咁所以咧大家可以咧訂閱，咁可以睇得更多一啲嘅新片啦。咁我喺度祝大家身體健康，我哋下次再見，拜拜。Dr. Joe, Dr. Joe, Dr. Joe, 健康